主后2023年2月25日，每日圣安宫读经，为后代祝福。圣经咱要来听读创世纪47章28节到48章22节。雅各住伫埃及17年，伊一生活147岁。雅各在伊死的日君仔，就叫伊的囝约瑟来，讲：你若真心友好我，请将你的手下伫我的大腿的咒纸，忠诚答应我，无甲我埋葬伫埃及。我转去我的祖先遐的时，你着将我带离开埃及，埋葬伫因安葬的所在。约瑟讲：我会照你的话去做。雅各讲：你着对我咒纸。约瑟就对伊咒纸，对安尼，雅各挖床头敬拜。这个代志了后，有人甲约瑟讲：你老爸在破病。约瑟就带伊两个囝玛拿西、以法莲做伙去探雅各。有人通报雅各讲：你的囝约瑟来要看你。雅各勉强起来坐伫面床。雅各甲约瑟讲：全能的上帝捌伫埃及地的路事对我显现，赐福我。佮甲我讲：我要互你生产真济，成做真济族，佮要将即个地赏赐你的后代，做因永远的产业。我还未来埃及你遮以前，你伫埃及生的两个囝，以法莲甲玛拿西，对现在起要算做是我的囝，亲像路边、西面是我的囝。你以后生的囝就是你的，因通承接以法莲甲玛拿西的产业。我对美索不达米亚倒转来迦南地的时，伫离开以法他还有一站路的路中，你的老母雷格死，我非常伤心，甲伊埋葬伫要去以法他的路边。以法他就是伯利恒。雅各看到约瑟两个囝，就讲因是甚物人。约瑟对伊的老爸讲：因是我的囝，是上帝伫遮赏赐我的。雅各讲：请甲因带来我遮，我要甲因祝福。雅各年老，目睭花，看袂清楚。约瑟带迄两个囝挖棍雅各，雅各就甲因针，甲因染地。雅各甲约瑟讲：我想袂到会当阁看到你，现在上帝阁互我看到你的囝。约瑟将两个囝对雅各脚头趺的中间带出来，然后趴伫涂骹拜伊。后来，约瑟阁牵迄两个囝挖棍雅各，正手牵以法莲去伊的倒边，倒手牵玛拿西去伊的正边。雅各双手拍车，剩正手换细汉囝以法莲的头壳，倒手换大囝玛拿西的头壳。伊就甲约瑟祝福讲：愿我的祖先亚伯拉罕甲以撒服侍的上帝，就是眷顾我一生直到今仔日的上帝，愿救赎我脱离所有的灾难，迄位天使，赐福互即两个囡仔。愿我的名以及我的祖先亚伯拉罕甲以撒的名，
通过因流传伫世间，原因伫地上生炭真济。约瑟看到伊的老爸用正手换以法莲的头壳，就无欢喜，伊将老爸正手塔起来，要对以法莲刷到玛拿西的头壳。约瑟对伊的老爸讲：“阿爸，毋是安尼啦，即个才是大囝，请甲你的正手换伫伊的头壳。”伊老爸毋肯讲：“我知我的囝，我知玛拿西嘛要成做一族，阁强盛。毋过伊的小弟以法莲将来会比伊较强，成做大族。”迄日，雅各甲因祝福讲：“以色列人要用因甲人祝福讲，愿上帝互你亲像以法莲甲玛拿西共款。”雅各甲以法莲摆伫玛拿西的头前。雅各阁甲约瑟讲：“我阁遮无偌久啦，毋过上帝会甲恁同在，会带恁倒去恁列祖的地。我以前用弓用刀对阿摩利人抢来的事件，迄个地我要互你，互你得到的比你的兄弟较济以上。”为后代祝福。活甲103岁的大家，逐工透早拢踮伊的面床前祈祷，除了为着家内的人祝福，也为着伊认捌的牧师代祷，搁为泰鲁阁中会和台湾基督长教会各地教会祈祷。伫阮兜有一个习惯，每当逝世下辈面临重大事件，也是需要出远门的时，拢会事先请我的大家代祷，希望伫长辈时代的祝福祈祷下面，一切拢通顺利。做长辈时代的祝福祈祷，是阮兜重要的家庭传统。伫阮泰鲁阁族内面，上款真看重老大人的祝福，因为因是带着生活经验伫祝福。身为牧者，我也经常接到兄弟姊妹的电话，爱随时做好准备为因代祷。可见众人拢希望得到祝福的祈祷，特别伫即个世代，人虽然物质生活富裕，总是心灵还欠缺安全感，所以真侪人渴望对牧师的换手祈祷中得到心灵的安慰和祝福。年老的雅各得要死的时阵，虽然寄居埃及，毋过对雅各的家族来讲，伊的信仰权威还伫咧。雅各的祝福对家族后代真重要，就算约瑟位阁悬重，也渴望得到老爸的祝福。我想这是希伯来人真重要的传统文化。约瑟的老母雷格真早就过身，总是雅各对伊的疼还是真深，所以约瑟虽然毋是大囝，也加得到一份产业。甚至雅各对约瑟的囝玛拿西和以法莲，看做若像家己亲生伫疼痛，要祝福因，就亲像伫阮族群的传统，大孙也是重要的角色，甚至通得到阿公妈的财产分配。雅各吩咐约瑟甲囡仔带来伊的面前，讲：“请甲因带来我遮，我要甲因祝福。”雅各伫祝福过程中，和约瑟之间出现一丝争论。这个场景互咱想起当年
以撒伫咧祝福第二囝雅各诶时，若像摇淡薄仔类似诶所在。雅各落尾甲两个孙仔揽地，浸因，佮祝福因讲：愿我诶祖先亚伯拉罕甲以撒服侍诶上帝，就是眷顾我一生直到今仔日诶上帝，愿救赎我脱离所有诶灾难，迄位天使，赐福互即两个囡仔。愿我诶名以及我诶祖先亚伯拉罕甲以撒诶名，通过因流传伫世间，愿因伫地上生炭真济。雅各诶祝福是对阿公亚伯拉罕和老爸以撒讲起，表明伊甲上主立约诶关系是对阿公诶时代开始诶。即个约诶关系要持续伫伊诶后代身上，永袂改变。今仔日基督徒上大诶危机之一，就是袂记得父母诶信仰，只有强调个人主义，无搁跟对父母诶信仰骹食。敢若伫结婚生囝丧礼，才想着有教会诶存在，互人感慨万分。望咱对今仔日诶经文会通搁再反省。因信仰祝福咱诶后代。默想对今仔日诶经文，反思家己诶家族信仰历史，呾我是毋是要用信仰维系家族诶关系咧？对今仔日诶经文，反思家己诶家族信仰历史，呾我是毋是要用信仰维系家族诶关系咧？咱来祈祷，创造人类诶上主，感谢你拣选我成做你诶子民，我愿意一生拢顺服伫你诶带领下，求你时刻甲我同在，也祝福当人诶后代诚侪敬虔诶上主子民，奉主耶稣基督诶圣名求，阿们。愿上帝赐福你身心灵拢永行平安。